后来乡亲啊，等24年咯，第一批的台湾猪肉总算伫7月初10正式来出口，由星宇航空的班机载550公斤的猪肉飞到澳门，这嘛向定台湾的猪肉安全再出发。 伫澳门有这个客户食到台湾的猪肉，久违要24年啊！台湾头一批猪肉伫车10出口飞到澳门。有澳门的厂商路订单，每礼拜买200只冷冻冷藏猪提供搅场料理，这是台湾猪拍出的第一张好牌。因为他那个不是到市场去贩售的，他那是澳门的赌场的那个系统，某一个养殖场就是。 就从台湾做这供应。头一批由星宇航空载运车10早起8点20分起飞，载550公斤的猪脚肝猪排，就等澳门的官方正式公布后，就使确定后礼拜开始，每礼拜2个班次，各100只冷冻猪肉销到澳门。 龙回本来打算头一个出口市场是新加坡，因为受到疫情影响，新加坡的人也未来，所以讲转战外销澳门。1997年台湾爆发口蹄疫，经过处理猪只注射甲肥针，拍拼到今年6月16暗时，世界动物组织通知台湾毒疫，宣告台湾猪肉会使外销到全世界。澳门是头一步，代表台湾猪会阁进入国际市场。